袂提呢？啊，我们，那这么小啊？你紧抱去互大夫看啊！紧紧，抱去啦！你搁丢丢啥会紧去啊？阿娘，厝内底无钱啊，要哪抱去互大夫看？哎呦，我若安尼继续烧落去，若发生万一是要安怎啦？哎呦，阿娘，我出来去一撮，你是要去倒？我来去借钱。乖乖乖！哎呦，托你公伯啊，我求你哦，你都有良心保庇我这个孙平安无代志哦。哎呦，打你嘛拜托的，那是偌济钱，算遐久啊！你是要笑死人的？但你是摆啥？迄钱若加算互别人吼，会去用骗呢，是毋是无彩？你人捌咯，都较掂的。好啦好啦，你上班，安尼好无？阿娘，玉华，这个红都跟教养，歹势。玉华，到底啥代志啦？我囡仔发烧这甲足厉害，我想讲甲恁借淡薄仔钱，我带囡仔去互大夫看，真歹势。好，阿红啊，摕出钱互伊。啊，无你是咧起笑你啊？这项钱是要摕去互人的，哪会当摕借？无你即摆是咧啰嗦啥物嘢啊？玉华囡仔发烧啦，爱紧抱去大夫看啦。当然这也毋是救济伊啊，哪有当摕钱摕来借伊？阿林嫂啊，拜托啦，你甲我斗相共，我囡仔即摆烧甲足厉害，这钱吼，等青山趁一倒转来，一定马上就很厉害啦，拜托。你哦，毋免讲甲遐尔好听啦，等恁青山啊出嚟哦，无消无息，即嘛是死也是死哦，无人知影，你免讲甲遐尔好听啦。阿林嫂，拜托啦，就算讲吼，我做牛做马，这钱吼，我绝对会还恁啦。拜托啦，我拜托你哦！哎呦，你起来，叫喊你，你是来创啥啦？哦，你想要借我的伙是哦，叫我较早时较有影哦。哎，你是要创啥啦？我阿红啊，你心肝是有够宝贵，哈？连只同情心都无。玉华即摆有困难，咱应该帮助伊啊。这钱是要摕去互人的咧，你若借伊，就讨袂转来，我去借伊啦。万两家叫伊袂死啊！起来啦！玉华，同样就你老多谢，多谢。你为什么就一直要来帮助伊啦？为着伊，你搁打我跑，你这样子无良心，无良心啊！打我你啊！你莫小人情听我讲者啊！青山啊，踮咧厝外拍拼争一盒啊，有来拜托我，讲伊若无伫的，爱好我照顾因厝的，啊你知无？你又是土地公伯啊啦，哪都要求比啦？答应人啊，就是等于欠人啊！好啦，到时阵哦，你一日讨袂转来哦，你连口都无目屎啦！玉华，阿良兄，玉华，啊，你人较好无？我大夫看转来哦，差规暝到天光才困，透早摸伊头壳，手有较退啊啦。安就好啦。阿良兄，真歹势啊！昨暝为着我的代志，害恁翁仔某冤家，真失礼。咱莫安尼讲啦，等恁两所的恢复成哦，代志过就好啊。伊搁特别甲我交代哦，菜若卖无了哦，摕一寡互恁咧。多谢啦，等青山哦，趁一倒转来，一定够伊哦，甲恁好好感谢。对啦，我今日是为着青山的代志哦，特别来遮找你的啦。是有啥物代志心？玉华，无咱搁来一边讲。好啊。你看这玉华咧，迄看起来吼，遐尔温顺善良。啊，因青山啊，才出去无偌久尔，啊，就甲这个卖菜娘安尼偷来暗去。对对对，我听人讲吼，啊，了为着玉华吼，倒去拍某呢。啥？夭寿哦！这查某有够唔习惯呢。阿良兄，是不是有亲什么消息？有啦，我下趟出门哦，伫咧半路有拄着顺发啦，
顺来讲哦，伫轮仔顶看见青山啊，后来咧，青山伫轮仔顶哦，就安怎？你紧讲啊！青山伫轮仔顶，去互土伊拍死啊啦！哪会安尼呢？青山，青山，你敢知啊？我没敢等你倒转来，你那里心把啥走离去？青山。玉华，实真歹势，这件代志哦，我嘛有责任，是我鼓励青山啊去外口赚来趁钱，才会抵出安尼。青山，我现在该死，我现在该死，我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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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死。你莫自责啊！你帮助我已经有够济啊！我甲我阿娘会一世人感激你。对啦，阿良兄，我阿娘会口袂笑，伫伊的面头前，莫讲青山的代志。若无，恐惊伊会袂靠你这款的打击。我知影。赵信啊，你受酒盲啊，你啉遐尔啊凶啊，安尼去伤着啦。我就想到玉华遐尼可怜哦，我无迄能力替伊斗相共，屈准啦，所以屈准吼，都啉酒改新闻啦。哎哟，人这桩代志哦，空的就去咧调查，恁就互伊调查了，看到底是安怎，倒转来是咱才过来做拍算。人都已经死啊，还有啥物通我拍算的？人咧讲哦，神仙难救无命囝。来，过去哦，我有来陪你啉一杯啊。阿母，阿母，哎，玉华，阿良兄，坐啦。来，坐。多谢。玉华，啊，这物件哦，先收起。阿良兄，一段日子，若不是你斗相共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过落去。莫阁讲遐个话啦。啊，青山啊，要出去外口打拼，都交代我，叫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，对无？啊，对了，这有小钱哦，你收起，啊，要用就有。物件我收起来就好啊，这钱就唔免拿啦。玉华，阿良兄客气啥物？阿良兄，免啦，收起来。钱我袂用收，阿良兄客气，收起，这钱哦，你收。没，我袂收。收起来啦。放手！恁啊咧创啥戏？一个查甫，一个查某，点啊 QQ 人人，食什么地方啊？阿娘，你莫误会啦，阿良兄是提前甲咱斗相共啊。是啦，啊，阿娘啊，你若是有心要帮助阮，阮是甲你感谢；你若是讲有不良的企图，就是阮的过失，也免受你的同情啦。你哪里甲我骂啦？安怎？我咧讲敢唔对心？啊，玉华，甲青山才离开偌久尔，
哦，你都无守妇道，甲出来扭扭来来创啥的哈？阿娘，你哪会当安尼讲我？啊，无我要安怎讲啊？哈？恁两个怎QQ啦啦，安尼是咧创啥的？哎，阿姆啊，啊你话愈讲哦愈唔是款啊！这个玉华这么乖巧、这么友好的媳妇，要紧啦！我咧教是我的媳妇哦，甲你无关系。赶出去！我这个。阿娘，是的啦，请你先回去好。食愈来愈很点样。玉华，我甲你讲哦，从今以后，阿亮唔管摕什么物件来，马上甲我斩出去，知影无？人生无常，想要到青山这么少年就往生去，玉华以后唔知要怎过日子。阿亮兄，来，玉华，来，来坐，多谢。来坐，来，你个茶。阿亮兄，拄只是阮阿娘甲你误会啊，我是特别来遮甲你回息的。莫安尼讲啦，可能是你阿娘哦，思念青山啊，思念啊过头去，啊向个乌白讲安尼误会咱啦。我嘛是安尼想，我真烦恼。假使讲有一天阮阿娘知影青山已经过身哦，伊敢会当忍受这款的刺激？阿良嫂的，没有，啊都因大咧娶新妇啦，啊等于后头哦斗3工啦。阿良兄，那安尼我来走啊。啊对了，玉华，以后若是有啥物困难哦，你做你唔免客气来找我，我做会到法律来哦，我一定尽力给你斗3工。多谢。免定定讲恁句多谢啦，但即摆青山还无伫的，我大腿接互你，这嘛是应该的。我来走。慢行。那安尼啦，阿娘，你哪一只困？啊，我袂讲，阿娘，那如果发烧？走是啦，你看，咱安尼打扮安尼哦，别人拢认袂出讲我是土地公，你是走是。对吼，安尼嘛较自由吼。啊，毋过吼，真可惜啊，天气无好，又搁咧落雨啦。啊，若无，咱两个人都会当去游山玩水，哪会当过这款日子哦？吼，一定足爽快。哈，你哦，唔通讲担遐过爽快啦。其实啊，你若了解讲凡间的变性有困难，又搁无法度通去解决咯，咱心肝来哦嘛是真艰苦啊。这讲嘛是有影，这都是咱做事无奈的所在。哎，我得醒醒啦！你有听到查某人的哭声无？迄声哦，敢若是伫迄边来款哦。哎，咱进来看卖就好。啊。我得醒醒啦！迄毋是青山因某叫啊？哎，咱借问吼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也若无，你来哭到遐尔啊清惨。嘿啊嘿啊！哎，伫这风高野外吼，大家会当见面，这算起来是有缘啦。哎，你讲出来，我得看吼，我会当甲你斗相共。我的囡仔是啊，我伫咧路头，你把伊抬起来。安怎？
囡仔已经无气啊。啊，不过伊心肝头也搁咧烧落啦。哦，咱今日到啥？走是啦，啊代志拄着，咱也免讲见死不救。佮再讲哦，因人青山也已经过世去啊，总是哦免讲互伊无后代啊。嘿嘿，赞！好着进行啦，这都是咱做神哦应当爱做的代志。对啦，你拄则讲的意思是讲，这个囡仔还阁有救？这歹讲呢。哎呦，好着进行啦，你回答甲无煞煞，我哪会拢听无啦？哎，走神啦！这囡仔的命生死拢归是注定伫祖先娘娘的手中，连我嘛唔敢保证讲有法度还是无法度通去解救我。那是安尼是要安怎？咱要安怎甲斗相共啊？也无安尼啦，走是啦，你家施法，互这个囡仔的体内有体温，绝对哦唔通互伊体温降低落去。也若无哦，佮叫什么神来哦，都无法度通去解解救啦。哦，也无安尼啦，走是啦，你哦规气转担遮过，千万哦唔通互这个囡仔哦，互伊家己带落去土地啦。我哦赶紧来去祖先宫，祈求祖先娘娘发外时温，看我都能够将这个囡仔家救倒转来无。好着进行啦。想要到讲哦，咱无想要插营养师，结果去拄着遮尔大条的代志，实在真歹运哦。走神啦，就哪里伫咧讲的，咱哦做神的人哦，才真无奈啊。是啦，好着进行啦，你着爱较细致的呢。听讲哦，这个祖神娘娘哦，真歹对付呢。这无问题啦，我哦自然有法度通去对付伊啦。水哦，水哦，哈哈，这哦，我若安尼有一天哦，会当调转来这天长就真哦，唔知要偌好咧啦，吼，大家哦一定是真爽快。喂，好得正是啦，人要讲啦，一人一款命啦，你莫当遐别乱想啦。你讲哦，一人一款命，讲叫我唔好黑白想啦。对啊。我会赶紧救囡仔较重要咧。有人伫咧无？祖先娘娘啊，你已经出来啦！我有代志哦，要拜托你啦。祖先娘娘，真久无见面啦，一切真如意吼。饭后伫进行土地公的福气，也阁袂歹。客气。哎，祖先娘娘，啊你是安怎来拢袂老啦？啊愈看煞愈水呢？哎呦，迄无较输凡间的17、18岁姑娘呢？好的，你的嘴吼实在是有够甜的啦。啊，毋过可惜我将来哦，无通我请你，真歹势。啊，对也是安尼，我这敌人拢嘛讲对话，讲话哦，我袂晓安尼三角来翘啦。啊，对影你愈看愈水啦。感谢你的学老。对啦，福德，你一向住宿伫咧凡间，哪会无缘无故走来我祖先宫呢？事不相瞒啦，啊，对哦，有一件代志哦，想讲哦，要拜托祖先娘娘你啦。咱两个熟识嘛过了8年啊，算起来嘛应该是知己啦。只要莫违背天条，我一定挺你到底。哦，安尼哦，那安尼上介好，上介好啦。啊，也算唔知安尼啦。这个凡间哦，有一个富人人啊，叫做玉华啦。伊有一个幼小囡仔吼，虽然讲叫断开去，也毋过哦，也阁有体温伫咧。我想讲，拜托祖先娘娘你哦，看会当将迄个囡仔，互伊活倒转来咧。我先看卖啊。哦。真歹势啦！这个囡仔在凡间的寿命已经到啊，伊必须要转来阮信明殿，重新排列，等候出世。我？啊，那安尼讲起来，迄个囡仔一定爱死哦。真是的，处事难以转换啊。无咯，祖先娘娘，啊，你敢袂当讲咧发外时温？虽然讲做事是真无奈啦，也毋过总比违反天条，比推上闪现大较好啦。祖先娘娘，你是咧甲我踢球？好的，真乃是去，我只是以事论事那样啦。啊，歹势，我甲姚弟今日阁有代志要参详，袂当留遮陪你。是的。无咯，祖先娘娘啊，
主席你嘛，哼，你老查某，你老查某，哼，我唔相信哦，讲我无同去救你囡仔。你会当牺牲你家己囡仔，成就你大家，像你这款做法，真是使人钦佩。这是我做人新妇应该做的。多谢恁好心要甲我斗相共，不过我囡仔已经死啊，就互伊落土为安，希望会死啦。伊会当出世伫咧好野人的领地，唔通阁出世做山车人。等下，你的囡仔哦，还阁有希望啊！等我朋友若摕药仔转来哦，伊都有救我啦。那就已经死啊，那有可能会活过来？你莫阁安慰我。哎，我讲的是实在话啦，拜托，小忍耐一下，我等一下好无？阮朋友连伊就转来。安尼，佮等下去哦，嘛毋是办法啦。但造成这功力哦，也佮真切的。毋对，若无当控制这囡仔的体温啊，时到啊，我安尼走来到这，算讲白走的啊。讲这主席，这老查某，又安尼甲恁斗相共，一粒无通。好，我哦绝对要拆破你的真面目。看你哦，讲你到底拢咧偌善良，都毋捌违背天条，试看嘛，试看嘛。这间就是圣阳殿哦。啊，那安尼钻一寡蜡烛火，但安尼是要对找囡仔的灵魂。你拍火形底看，佮敢若袂出迄款囡仔的形体。我知影，伊也准备要去凡间投胎的款。我应该在利用这机会，赶紧来偷摕伊的灵魂，来去坑咱的富人人迄个囡仔的身上。嘿嘿嘿，安尼迄个囡仔就会当活倒转来咧。赞！你是伫创啥？啊，我无啦。你毋是讲你的朋友去摕一种药啊，会当叫阮囝的？啊人咧？伊连咪就来啊啦。你骗我！你骗我！要无处理我？好点，你别让我回来。主席你，啊，我就安尼拜托叫你甲我斗相共，啊，你就毋甲我斗相共，啊，我就规气哦，就拼起来家己做啊咧。好，天条你所规范，哪来互你畏畏丧志？哎，主席你，畏畏丧志哦，毋甲我获得正信尔啦，嘛还佫有别个心灵。别个心灵我唔管，无犯着我做师公，我嘛管袂着。嘿嘿，我讲的哦，毋是别人啦，是主席娘娘你。你又别讲，好，你敢不会事体？无聊不做人格，你敢唔惊我向同你禀告？着要不知啦，除非己无为。若讲为着公事，我是唔惊讲你去禀告用地啦。啊，若是讲为着私人的方面的代志啊，嘿嘿，你哦也是慎重考虑一下，时到才袂后悔无及。阮做一向行事公正清白，你免强害我。主席娘娘，你安尼铁齿重牙做呢哈？人要讲无记着观察，你就唔愿流目屎。好啦，大念哦，咱是数百年的朋友啦。姐，你看，因为我是我造成这款的事故，我是要安怎对阮家的历代祖先交代的？
啊？原来是注射娘娘。我囡仔好起来啊！我囡仔好起来啊！注射娘娘实在是真歹势啊！若讲以我对凡间地府天庭安尼调查起来资料啊，迄个囡仔是你雍氏13代的子孙啊，而且佫是单传的，你讲对？对。注射娘娘，毋是讲哦，我要跳破你的代志啦，啊，你着知咧，我这个福德正神土地公吼，啊，着安尼平常时就真爱管闲啊事啦，啊，比较较家暴啦，啊，所以好，你别讲讲，我是真实，你即摆到你落地遐讲话。嗨，注射娘娘，我福德正神敢是迄款人呀？来个当安尼你教我啦，注射娘娘，咱做事的人实在是真无奈，咱看着凡间的百姓遐尔啊凄惨的迄款情景，实在讲心肝内也是感觉真痛苦。注射娘娘，你互我拜托一下，玉华因这个囝无咱知。你也看到我福德正神的面子，想办法甲伊救倒转，吼，拜托你。好啦，我尽力去做事啊。主席你，多谢，多谢你。好的，你免客气啊，应该是我向你谢道谢才对。互相啦，互相啦。嘿，对啊，主席你啊，我看哦，我爱赶紧倒转来凡间。哇，讲到阮可造型哦，伊的法术哦是真浅啊，而且伊法术哦，佫定定袂记呢。毋拄哦，迄个囡仔提阮，若只有降价伊啊，时到你佫出面来解救哦，也无路用啊！我紧来去，是的，多谢，多谢。唉，做爸袂定会，阿两卡摆就怕。手机上有救我啦！这个，这福德正神那到这阵还袂转来。滚叫我，滚叫我去啊！叫我去，我心肝疼。哎，福德正神啊，你哪到这阵才转来，害我急到要死呢！哎呦，但我今晚毋是来啊。你敢不是福德正神土地公？土地公伯啊，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，感谢土地公伯啊救命之恩。有啊，我的金孙呢？啊，是这，哎呦，我的金孙呢？哎，乖乖乖，哎呦，阿娘好袂讲啦，可是我这金孙是我咧夹一条呢，去抱出来，啊，无互你来安尼，以后若讲就搬就哦，哎呦乖。哎呀，乖，哎呦！造型啊，但即马青山哦，总算是有后代啊。福德正神啊，讲起来，这拢是你的功劳。无呀，你嘛是有份啊。欢喜就好啊。看这景致安尼遐尔啊歹，要安怎着？无得啊，我这土地公哦，我量就要坐袂掉啊！福地啦，啊你家己一个人喺伫遐细细念，无你是咧念啥？喏，原来是你啊！你即摆咧讲才较大声，无听的。原来啊！
你哦，安尼甲世间的男女伫咧牵姻缘线，也着安尼遐尼啊无用啊！你哪有时间通去来我遮？是毋是哦？天庭有啥物重要代志交代你哦？毋是啦，毋是啦，等你嘛知影我是动听，天庭若有代志要甲你讲，哪有可能派我来啦？讲安尼嘛是有影。但你也毋是毋知影，今年是高元年啊，我都业务较少啊，真闲啦，所以讲要来找你福德安尼三啉两杯啊啦。也，唉，毋过哦，你即摆福德啊，你是无欢迎我？元老啊，你哦毋通误会啦，是哦最近哦经济有较歹啦，拢总哦无人来遮咧拜拜啦，桌仔顶哦拢空空啊啦，所以哦我无啥物好酒菜哦，通好来款待你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百姓歹过哦，含福德啊，你就歹过啦。你免紧张，我家己有准备来。烧酒拢甲你传好啊！元老啊，你哦讲我真有心哦，你知影哦，讲我咧喝酒喝真久啊。若这个烧酒哦，敢若天顶才有的呢。正实的哦。嘿啊，来，手都会搓啦，我你喝偌久？有够香的。元老啊，来，我敬你啦。来，稍等，这个酒真厚，安尼一喙一喙啉，袂使伤到喙，无会啉你醉啦。放心啦，我有伫留金扎的啦，袂啉就啉要讲遐尔啊多，紧的啦，我话要吓死。好，来。堂兄，实在是真感谢你啦！即摆若毋是你借我资金，我送去内地的宴会吼，我都办袂成咯。真是毋知影吼，要怎报答你才好。堂兄，你莫遐尔客气啊！咱交情遮尔济年啊，讲啥物报答咧？当年我嘛是靠你的斗三工啊，也若无，我要哪有今仔日的场面呢？你讲对无？想当年啊，我嫌老大啊，朋友是满天下，五湖四海拢总有我的朋友啊，互我堪心过人，毋知有偌济人咯。是啦，想当年吼有钱通借人的时阵吼，大家拢嘛是好朋友啦。即马吼借人钱的嘛讨袂倒转来啦，是剩下毋要甲咱交陪啦。老大，他即马景气无好，生意拢歹做，大家拢嘛是共款啊。我相信佮过一段时间了，一定会恢复较早热烈的光景。夫人啊，你讲对无？对啦。尤其是即届福顺啊押严车去内地交会，互伊出去外口磨练一下，相信以后一定法度接严老大你的事业。福顺啊，即个囡仔吼，实在是年轻有为啊！堂兄，是你伫咧学老啦。但讲实在吼，恁寿美哦，嘛是真温柔贤淑啊，真得我疼。但两个人结别为婚，算起来吼，嘛已经20年啊吼。我看吼，就等福顺啊这桩生意趁钱倒转来，我就正式提亲。但堂兄堂嫂，恁的意思毋知安怎吼？这毋免那赶紧，毋免那赶紧啦吼。对啦。啥物酒遐尼芳啊？哦，这个好得真是，实在有够无意思的，有酒家己摊来找我啉，我要烧酒者。
这着天顶的仙酒啊，连个一滴拢无剩啦！我实在有够酷气。哼！不过是恁这两个老大人，做事也无较认真淡薄，像你这款贫大神哦，凡间的运气才会遐尼歹。实在有够苦恼，我若较早来一脚步，我就免在这受气。 因缘谱，趁我落咧烧酒醉啊，我来甲偷看者。男王福顺，女陈秀美，因缘注定。嘿，一个是袂言冤话公主，另外是一个袂糖啊冤话千金，安尼门当户对啊，嘿嘿，这算是天作之合。 怪咧，这男女一对一对，牵红线拢有做记号伫啊！啊，是安怎这王福顺甲陈秀美，因这对无咧无做记号？哈哈，我知啊，一定是这烦恼拍甲闹到去，啊若无，都是啉烧酒醉过去。好啦，虽然讲酒我无啉着，啊，毋过这酒泡我有闻着，我就替你这烦恼来走一走。啊，毋错，我替你来干。 有心摸石，石会威；无心做事，半路飞。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我咧问你，你谁人唔回答？人听无清楚啊，你阁问一解啦。有心摸石，石会威；无心做事，半路飞。这句话啥物意思？你解释我听。 你是安怎啦？咱拢唔认真读书哈。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吼，像你安尼啦，教你遐尔啊久啊，一点仔进步都拢无啦。你规头壳内吼，嘛唔知咧想啥。不过，你今仔日是安怎？心情哪遐尼歹？我伫咧烦恼啦。不过，啊，你是伫烦恼啥嘿？ 我要压盐会去登山，爱2个月才倒转来。 2个月哦，遐尼久。这是我最后一摆出门做生理。最后一摆？无毋对，我打算要甲阮王家的洋行规模缩细，敢若做本地生意就好。问题是，你哪点敢袂答应？我哪点袂答应，啊，毋过我坚持一定爱安尼做。小美啊！ 2个月以后，我想讲要甲你阿爹正式提亲，甲你娶过，好？好啊。不过，这2个月看袂到你，我会想你呢。啊，生活你着读书啊！我希望2个月以后，你会当背10首新的诗予我听，知无？ 你会想我无？实在看袂落去啊！讲到你这2个人，你谈感情哦，袂输咧上课老师咧歹学生共款，一点气氛拢无啊！哼，讲到你这王福顺，你心肝内明明就爱这个秀美啊，你是安怎无表示出来？哼，像你这款查甫人哦，我毋知要安怎讲你才好啦。你哦，敢是因为这条红线，还袂帮你解决的？嘿，那是要安怎办？啊，对，啊顶边哦是别个骹，啊这边包白手，安尼较趣味啦。嘿，安尼你就好势啊！嘿嘿。
咁你俩做出问题啊？暗算嘞！惨啊啦，惨啊啦！有啥物代志？啊对啦，我紧来去找外行老人啊！秀美啊，这2个月时间，我无看到你，我一定会责想你。奇怪，都无乌云天，哪会伫咧弹雷？无敢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哎，我哋之前啊，活到咧。赵先生，你有听到雷声无？哎，我是咧问讲月老咧啦。啊，伊就安尼听到雷声哦，全赶紧转去天庭啦。啊，你哪会知影月老？我拄则就来遮找你，看恁2个做伫遐，所以我无甲恁叫啦。啊，原来是安尼啊！啊是讲哦，恁无代无志，但这雷声吼，唔知伫我这管区内发生什么大战代志也袂咧。敢会？我看应该是袂啦，袂啦。无妥当，无妥当。我看哦，我也是来去顺顺看看了，较放心啦。你煞惨，想要跟我讲哦，今日无我会出代志啦。我真正是要安怎？啊，想到遐尼济，啊出代志也无一定讲是我，啊我是来紧张啥？别紧张啦，别紧张。唉，夫人啊，严老大一再提起因福顺啊，甲咱秀美啊婚事，你的看法是安怎哈？虽然讲咱两家算是门当户对，福顺啊甲秀美因自细汉做伙大汉，感情嘛真好。啊，不过基本上我是反对。是安怎？我惊王大嫂伊袂疼惜咱秀美啊，因王家家教甲咱嘛差真济。秀美啊，若真正是嫁过去，恐惊无好日子通啊过。老爷，你的想法是毋是也甲我同款啊？是啦，我拄啊一个外口一直在想，就是想无要安怎杀掉这桩亲事。伊面若真正是天注定，咱嘛是无能为力。较早困的啦，明仔载福顺伊要阿阳回去长山，咱路上咱先来甲送一个。王万贵，阮老爷佮阮恁出来啊？哦，严老大，真歹势，真歹势，唔知你要来，遐济啊，遐济，多谢多谢。遐这物件是，这是聘礼啊！我今日正式带福顺啊来向秀美提亲啊！提亲？啊，今仔日唔是福顺啊要出门做生意的日子，伊哪会送这物件？是安尼啦，我昨暗哦，忽然间有一个灵感，啊想要讲替福顺啊这桩生意吼讨一个好彩头，所以唔才会临时过来提亲下聘。啊，糖仔糖嫂应该是袂见怪才对啦吼，啊？是讲时间唔知伤赶。袂赶哦！啊，福顺啊，这桩生意吼，上少要2个月啦。咱就利用这2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婚事，安尼有够啦，有够啦啊！啊，对啦，福顺啊，紧来紧。家父、家表，多谢恁的相传，请受小婿一拜。现在，请起来，起来，免礼啦吼。家父、家表，我即摆想要入来秀美啊房间找伊，介绍时者。秀美啊，应该出来拜祭未来公公甲婆婆。阿春啊，请小姐出来。是。
随时就会当见面，莫遮高礼数啦。我看吼，就有福顺啊去找小美，但因少年人吼较有话讲啊。啊，福顺啊，你著紧入去。等出发的时间你也较注意的，唔通去耽误着啊。阿爹，我知影。我去吧。小姐，我去房间拢找你无，原来你是伫遮哦。什么代志？是杨万话，甲福顺少爷来甲小姐你提亲啊。哪会遐尼紧？啊，阮阿爹尔，安怎讲？老爷甲夫人拢嘛已经答应啊，所以叫你紧去大厅拜见你未来的公公甲婆婆啊。小姐，我知影你的心内一定足欢喜的，你著免惊歹势啦。然后顺少爷还佫在赶时间要出发呢。歹势出去啦。你若惊歹势，我来找你嘛是共款。福哥，对啦，秀丽啊，阮阿爹吼已经来送订咧。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归枝。愿君多采擷，此物最相思。念了真，念了真好。福哥，这是我的心意，祝你早日平安转来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平平安安倒转。等我生理来做完，我一定赶转来甲你成亲，袂互你等伤久。